所以我求你們效法我。哥林多前書4章16節。保羅效法耶穌，佢要我哋亦都效法佢。呢個係基督徒嘅生活模式。所謂嘅效法，就好似前一段經文所講，係一段被視為愚拙、軟弱無能、漂泊不定同埋俾人毀謗嘅日子。保羅如此生活，傳福音俾哥林多人，所以要求佢哋亦都要好似佢一樣。保羅指出，嗰啲受差遣傳福音嘅會遭人唾棄藐視，被世人視為愚拙，甚至為此付上生命代價，只因為佢哋視耶穌為至寶，比世上所有嘅一切都嚟得重要，立場回移於世界。保羅要人民效法佢，甘心放低世人引以為傲嘅價值觀，與向強者學習嘅主流文化相反。神冇叫我哋成為令人羨慕嘅強者，而係全心謙卑忍讓，經歷飢餓、貧困、拒絕、逼迫等處境嚟到成就佢嘅美事。保羅要我哋效法佢，勇敢咁行呢一條願以祝福、擔當、善勸別人嘅艱難道路。我哋願唔願意呢？聖靈的果子就是仁愛、喜樂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實、溫柔、節制。路加福音5章22至到23節。希臘字嘅果子唔單止係指果實，亦都有利潤、收益、行動嘅結果嘅意思。喺神嘅經濟學當中，我哋所結嘅果子唔係俾自己享用，而係為咗祝福他人。我的果子對別人有益，別人的果子對我有益。呢個係神對子民嘅群體架構設計，越係多俾人，越能夠品嘗果子嘅甘甜。當我按神嘅吩咐行事嘅時候，就會經歷到神嘅臨在。當聖靈嘅果子借着我令到眾人得益嘅時候，就能夠感受到神嘅榮耀大能。